將會塌下來吧。突然你我愛的一切未曾愛夠，已火花傳聞的審判馬上來吧。面前有數百種講法，難分真假。這末日理論像提我過得好嗎？日子若果不多了，還想怎化？如果禍與福都躲不過，就每天當沒明天，捉緊愛人過，將生活還給我，做每天必修功課。就算知歲月無度，無憾的生存過，在愛惜中離座，已經不錯。不可以十方全馬，盡回你我那些職責，限期到了也優雅。假設悲觀放大了的話，蔓延世界氣氛只有沉鬱孤寡。這末日理論預言或者講不上，無奈不假。如果禍與福都躲不過，就每天當沒明天，捉緊愛人過，將生活還給我，就每天必修功課。就算知歲月無多，無憾的生存過，遇上這